海军公告，为着要因应演练，自6开始，基山、美浓、大文三大地区上千公顷的农地会来做无人机禁飞空隙。不过，事先却拢无通知，予当地真侪靠无人机出游的农民是真生气。 透过手中的遥控顺利控制无人机飞上空中，这是实践大学的无人机考试场。虽讲即阵也有民众咧考试，不过军方20向向公告，因为演训需求，包括基山、美浓、大门三大地区上千公顷的农地，对2日开始，拢为做无人机禁飞空隙。那学校头壳莫咧烧，美浓地区正野连的农民也起甲噗噗跳，因为因逐礼拜拢爱用无人机转一摆桥啊，即摆袂当飞，这规区园唔都爱坑咧混乱。水已经到这边，你人下不去，因为机器会湿掉嘛。 那就是因为有无人机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比较放心。当没有的这个无人机真的把它限飞之后，那水莲这个产业一定会完蛋。假设军方不同意，就是不同意我们红区的申请，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做飞行，所以会影响到不管是训练也好，或者是本校的学生研究，也都是会影响到的。 无论考试场也是大部分有爱无人机业者，进前拢有合法申请空隙使用，期限到10月底。业者讲，军方要禁飞进前拢无甲地方参详，嘛无人事先接到通知，大家拢是临时临要知影，世界酷总拜托人。虽讲目前暂时有应变做法，不过伊认为这不是正办。不应该是这样子做，你应该是告知我们去做空域协调，完成之后你再去公告施行，我们都没有意见。但是你不教而杀谓之虐，你是在整我们吗？ 那照规定，防列为禁飞空隙，要飞无人机，爱提早30天去申请。即卖虽讲有通情的做法，不过逐摆要飞的进前工，拢爱先通报详细资料，上过无效率。校方甲业者拢毋望，军方会当有较便民的做法，袂当大主大计就牺牲民众的权益。关于地方的环境，到10个进前，海军方面暂时也无回应。记者郭家祖、邱超阳、高永昌报道。